學界年度盛事第二屆全港學界公民教育專員選拔賽返嚟啦！歡迎各位小四至到中五嘅明日之星參加。比賽係全港首個透過 AI 系統同真人一同擔任評審嘅公開賽事，並以公民教育、演說表達、傳媒素質為培訓重點嘅學界大型比賽，喺全港挑選公民教育精英，並且喺學校裏面傳播正面嘅信息。去年首屆比賽成功吸引咗嚟自超過120間官立、津貼、直資、私立、國際學校嘅中小學，超過800名嘅學生參加，反應非常熱烈。比賽係由愛比斯慈善教育基金主辦，香港警務處協辦，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TVB 全力推展，以及多間機構全力支持。當中包括咗有唔同嘅慈善機構、學界組織等等。100強嘅入圍學生可以參加一系列嘅實戰培訓，包括參觀 TVB 新聞部以及主播室，了解香港警務處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、毒品調查科以及財富情報及調查科等等部門，以及獲取最新嘅防罪資訊。更加可以獲得 AI 專才指導影片同埋拍攝剪接技巧，以及接受國民教育同埋品格教育嘅正向培訓。獲獎嘅學員除咗贏取獎學金之外，更加可以連同校長喺警察總部接受獎項，並且有機會接受傳媒訪問，擴展眼界。具潛質嘅畢業學員更加可以獲得學界公民教育專員嘅榮譽稱號，並且加入學界公民教育專員學院，持續接受不同嘅社會界別專業培訓、交流同埋實習機會。咁難得嘅機會，你點可以錯過？記住留意截止日期，到時見。